伫咧家己水上的中和村，逐个月上尾迄个拜五呢，社区的职工拢会做伙来做便当寄卖，那用在地食材即赚到的钱，也会摕去做社区急难救助的资金。参与的职工也讲，伫咧老人食堂本地就爱煮互遮的村民食，一个月用1天的时间来做这便当，会当帮助到更较侪人，因也感觉真有意义。职工大姊无用咧竞菜，食堂内底嘛有人开始咧煮料理。该机关水上乡中和村的活动中心，逐个月最后迄礼拜拜五，社区的职工拢会做便当来义卖，摕装来募急难救助金。他可能要有签的程序，咱唔免咱直接，咱也这样直接，第一时间对当好需要帮助的人。每一次的料理都不一样，有日式的，有台式的，有什么的，总是通通有啦。而且这个是公益便当啊，吃了买了公益便当啊，吃起来好快乐啊！这个公益便当的计划是为2当前甲社区老大人煮食的课程开始，豆豆啊参加的人愈来愈多，才开始分工合作卖便当。真侪老大人因为安尼，愿意行出来做志工，参与社区嘛发挥家己的力量。心情真好啊！安怎讲？啊都大家嘻嘻哈哈做工过足紧安尼，还好可以啦。较侪人较有伴。被需要的价值感产生的，那人就是这样嘛。当你觉得有被需要的价值的时候，他会排除万难，在这个时间点上，原本有的事情他就会把它弄开，在这个时间点固定的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来这边参与这个公益便当的制作。目前做便当的职工大约有30多人。村长讲，有的食材嘛是爱心人士或者是企业寄付的，卖便当的收入就是用来做装来急难救助金，而且一个月只有1天会较无闲。大家拢做甲真欢喜，我感觉会当帮助别人，真有意义。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